骑这个乌倒摆，嘛爱看前看后，毋是想要挖就来挖。新北市英歌有一个73岁太太，本来骑机车是骑伫个上正边，竟然常常切过倒边，要翻过对面，结果直骑的机车袂负险，2台相碰，2个人拢来受伤。啊，这个太太除了违规来倒挖，嘛无驾照。 一台机车原本徛伫车道上外侧，煞熊熊挖去倒边，敢若是要挖弯。后壁骑士看甲硬气，根本就袂负反应，2台机车直接弄做伙。弄一个伤食力，2位骑士阁有车拢摔倒在地，阁变几啊链，车内物件拢喷飞，车卡阁有零件嘛拢散了了，落伫涂骹。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当时伫上班时间真侪车辆，73岁负责人后一秒直接挖弯，才会造成意外。 这件车祸就发生伫昨透早8点，新北市英歌的中正一路，违规的负责人倒骹粉碎性骨折，咱骑士规身躯有几啊个所在拢挫伤。双方酒测值均为0，王姓妇人因无照驾驶，检方依无照驾驶告发。 发生车祸详细原因要需等警方调查清楚。不过无遵守交通规定，阁无驾照骑伫路啊，上不过的恐惊要是骑伫后壁的机车骑士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